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初5，旧历的9月20，礼拜四。今年第20号的风台、闪电、闪电，往台湾愈来愈近。目前伫个高南片东南东边的海面上，刷落来会一路往西边来行，因为伊的路草偏北边，就是偏靠咱台湾遮起来。气象局早起已经来发布着海上警报。 预定暗时8点半要来发布着陆上的警报，这嘛是咱17年后11月罕见的陆上的风台警报。明仔载风台上挖近台湾，恒春半岛甲台东风甲雨拢会真明显。不过，这个中南部的雨量有限，可能无法度为水库带来雨水。这个周末风台过了后，中南部也是出日头。北台湾因为东北风的关系，同款是 湿湿凉凉。好天的垦丁海边，海面上的风影是愈来愈大，未输你预告闪电风台脚步愈来愈晚。今南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虽然是巴士海峡被纳入警戒范围，风台路线有偏北，估计明仔载拜五伊的脚步上晚台湾，一直到初七拜六才会慢慢离开台湾。 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它的路径有略为偏北的趋势。如果这个偏北的趋势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气象局将会在今天的傍晚到晚间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闪电风台会继续挖近台湾，为各个风台路线的估计来看，差不多拢同款。部分款有可能会飞过恒春半岛，风台外围环流为今日日时开始，承替东北部带来淡薄雨量。 等到日头落山，一直到明仔载规工，整个东半部一直到恒春半岛，雨就会较粗。是讲中南部水库即马都无啥水，闪电风台敢有法度止水淡。 主要的雨区还是分布在台湾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那尤其是在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这个区域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那当然南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下雨，但是降雨的状况没有那么明显。明仔载天气受到风台影响上界明显，拜六才会慢慢离开。所来又有另外一波东北风的报道，这个周末北台湾的天气，感觉是凉凉湿湿，中南部拢是好天。